為自己去咗地中海添。咁多人蛙艇。呢個水庫污水廠好似就搬。中文大學啦，呢度就係。行去大埔就要經過呢條橋，但係行去烏溪沙呢，就呢度直去經馬鞍山。今年有好多同胞落嚟行山，可能唔去日本行啦，因為日本有熊出沒，香港有野豬。